话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找阿国啊，阮知己的北部广播电台名主持人。结果吼，去到因办公厅楼骹，两个就相拄啊。伊讲国正啊，来，起来4楼，我迄底椅仔专门咧泡茶椅仔位，来，我泡3万的请你。阮两个相带去你到4楼，谁知影讲？伊迄位本来拢伊咧坐，公司一个少年同事甲坐落去，伊就无欢喜，简单讲起错啊啦吼。大人爬起，囡仔接伊。哦，即句话是大人甲囡仔咧对比讲俗语。大人爬起来，换囡仔占伊啊位，讲占伊。起甲伊有斗过。当然，阿公兄看到少年同事连伊的椅仔位都敢坐，无欢喜。啊，再搁另外一句俗语，有人讲家内无肉，鸟鼠翘脚，主管一个无伫的尔。公司上班这少年家，连该当爱话样相都无。主管伊啊为你也甲坐落，阿公兄伫咧念，即个少年家吼面青青，我来特别出去啦。阿公兄甲话甲冻点，讲万请是的。我讲你几句话，敢有倒位毋对？我无大你的年，嘛大你的辈，共款。大你的年，佮大你的辈，这一项是年岁佮辈分的对比，一项是身份的对比。即句话社会人员常常咧应用哦。无大你的年嘛，大你的辈，就是讲第一啦，我年岁比你有较加啦；第二啦，辈分比你有较加啦。讲你几句啊，但是倒位毋对。所以即句若讲出来吼，往往吼拢已经伤煞气啊，已经歹听啦。结果因即个少年同事共款毋介意，人挖得出去啦。换阿国啊，看伊安尼风度遮歹，家己举楼梯来到，讲国正啊，来啦，赶紧跑3万的请你啦。迄个小鬼啊，毋捌看见大波头啦。因为咱即摆咧做主管，甲较早无共呢。同事互咱念，伊毋听，伊面凊凊，话咱家己爱想办法收煞呢。所以时代咧变迁嘛，即摆吼是基层的员工上大嘛。所以阿公兄咧讲，小鬼啊，毋捌看见大波头，毋捌看到大场面就对啊。小鬼啊对比大波头，小甲大的对比，就是咧讲打迄落毋捌看过场面的，我莫甲伊计较。当然这是俏谈，毋过国正头拄我咧讲，连续3句的俗语拢是咧讲对比，大甲小的对比，身份的对比，大人甲囡仔的对比。台湾俗语趣味艺术，较有意思，深色的所在，倒伫遮啦。